2007年，客委会推出体育出的客家歌舞剧《福春家妹》嘅，广东人看呢，感觉讲客家的戏剧也是得改丰富多样。隔个9年又再个推出详戏详事，也系由有名嘅剧场导演李小平同台北艺术大学共下制作嘅5月初8会喺某北艺文中心演出，里面会去高雄、台北也得地区巡回演出。演出的歌舞剧系对客家贡献奖得主姜凡做嘅散文作品有童话改编的，而讲嘅系一段个浪漫唔过有遗憾嘅爱情故事，而观众感受会到个有唔过个独特的情感。台北，台北啊！嘿。 出世就大约呢5主角慢慢读到男主角李木成过后，开始就相爱有完整的爱同家庭，也相互有为意外。是讲世代爷无本什么嘢一类清楚的印象，什么嘢总会知道自家有结果，唔敢讲出心肝腹肚的感情。无奈何肯定演员就按呢冇睇咧。所以让这个思念成为这个戏剧里面的最大的一个内在动能，而那个思念其实。 隐含着的太多的言而未说，是真的非常纠缠纠结的。人跟任何事情之间的情感都很真诚，所以当他喜欢了，他没有办法像现代的人一样这么直接的就表达我喜欢你。下摆啊，你有成来嘅時間，唔出老全家私家本件，但佢拿咗來嘅時間，係講。 有家庭相似法，佢就对你有意思嘞。好啦。导演李小平认为，现代剧场的作品，单单看起来就系怪派头、怪插法，颠倒看唔到又顺又真的东西。所以详细详事，故事怪简单，主要系讲刘武人，看演用诚心、用真情来互通，唔但只有爱情，没有亲情。 另外，导演美国严格的要求演员做戏家下讲话要好好同动作，用心来处理所有角色的关系。他想传达那个属于客家人的情感跟人的人的相处这件事情，我觉得是非常的漂亮的。就是他在跟我们解说，跟他在用他的画面，还有给我们在舞台上希望我们完成的语言节奏，其实都是非常非常靠近生活的。 年曾爱见有我见，日久他乡切故乡。基督方很用针对的故事词来表达主角的心情，来表现出客人强干意图的精神。香港客家现代诗改编写出歌尾，用高雄话8音乐调来演奏。当主角跟从歌尾，就感受到客人的魅力。 这种文脉跟对应了旋律之后呢，它可以把我们讲叫本来平淡的感情说得更浓郁些，但绝对在文化上一定指向了客家人的淳朴性格的原型。 整批歌唱当中，指导团队为到韩国认识客家文化，就去了对同土著苗的客家族做田野调查，而按呢类型创作灵感，希望对故事戏文、舞台服装设计、韩国音乐舞台的编排，来表现客家独特的生活态度。每位改编大家对客家本地的印象，主题博物馆讲出多方的基调文化，韩外间具有生命力的客家精神传下去。客家新闻来关心陈心怡特别报道。